透早日头射撮撮，点点啊洗入来，照伫这条有年代的原漆顶悬，喘规个弯腰，伫原漆出力地切，一寸一寸切过迄块茶做的地板。伊想要甲这块茶做的地板切好，亲像新的同款，金闪闪。川讲，师傅，你看啦，这骨架乌索索，表面拢是裂缝，我会出力加切合金，安尼看起来才较有精神。老师傅讲，阿川，手先停一下，这毋是垃圾，这是岁月的痕迹。你看，这个痕迹是经过10几年的风霜了后写伫这的故事。茶爱到这个岁数，内底的灵魂才真正浮出来。沙笔汉语写作俗，讲的就是岁月留予咱的礼物。伊是万物历经岁月淬炼后的太炼，流露着一种内敛的尊严。万物拢有生有败，石头顶的青池，围墙顶的落漆，拢是伫这款无常内底品到上实在的滋味。阿川讲，原来毋免切甲金死死。这款旧旧的色字，颠倒有一种讲袂出的韵味，互我的心真安静。老师傅讲，对了，会晓欣赏残缺，才看会到永恒。这就是咱讲的煞笔。日影愈拖愈长，迄块老插头的光，伫墨色内底，比新的物件更加有一种岁月的高度。